继续来看台中市政府去年底才来撤销台中火力发电厂2台机组的执照，不过这个月20号，中火新增机组的提案通过环评。未来除了现有10台的机组之外，会阁加出到2台。这是互台中市长罗秀燕甲南投县长林明珍正不满，因为当初讲要增加新机组的条件是爱甲4台的旧机组甲停掉，但是即摆无减少无打紧，颠倒来增加。2位首长讲无排除要发动抗争甲停发执照。台中火力发电厂一直被当作是造成台中空气污染的主要原因。不过20中火通过环评，除了本来10座兄团的机组，阁要增加2座兄天然气的机组，和市长罗秀燕真生气。中央政府没有给中部人新年礼物，却给我们一个黑色的梦魇，蛮横的要再加2部机组，我们表示强烈的抗议。罗秀燕讲，伫环评时有讲过，中火新增加机组的条件，就是要停4座旧机组，不过即马无减，反倒等增加。南投县长林明珍嘛真不满。我们只有树枝啊，民众的力量啊，来发动抗争2位县市首长拢反对，不过中火解说讲，未来唔是12个机组同时发电，4座旧的会做备用。不能在空污季期间。第二，空品指数 AQI 需要小于100。第三，当然备转容量率需要能够低于8%以下。其实呢，就是扮演救火队的角色。中火嘛提出资料，强调讲，为10组兄团的机组变成2组兄天然气、6组兄土团了后，空气污染会减少70%左右，对稳定发电甲环保拢有帮助。